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具有神秘色彩的青铜重器，广西是古代铜鼓的主要分布区之一。铜鼓文化源远流长，绵延至今。它集冶炼、绘画、雕塑、音乐和舞蹈于一身，是民族文化的瑰宝。它广泛用于集众、陈设、谋会、赏赐、祭祀、丧葬、歌舞等场合。除我国南方地区，越南、老挝、树蒲城等东南亚国家也有铜鼓。铜鼓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，是通过交往、交流、交融而产生和形成的共同文化载体，表明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。